說想當年蘇 Sir 第一次砌電腦嘅時候，見到啲 RAM 上面寫住 DDR64 3200 CL16 16 18 18 32。我內心諗，我究竟係買緊電腦啊，定買緊六合彩蛋拖服飾呢？嗱，但係大家唔使驚嘅，今日咧用港鐵列車同大家拆解下。第一組數字咧 megahertz 就好似車速咁，數字越大架車越快，每秒鐘可以載嘅客越多，即係數據。第二組數字 CL 值，即係到站之後咧，道門要幾耐先開門啊？數字越細，落客越爽手，咁就唔使等開車等到發毛啦。但同時咧，你都要對應翻你嘅 CPU 嘅。咁 DDR4 平台咧，我哋統一揀3200C16就 OK 噶啦。雖然舊就舊啲，但係車速同埋落客速度咧都相當唔錯嘅。DDR5 嘅新平台咧就統一揀 DDR5 6000 CL30就 OK 噶啦。再大啲嘅數字咧，即係例如6400、7000嗰啲咧，係需要好多嘅設置同埋你嘅 CPU 同埋主板配合嘅。如果搞唔掂咧，隨時地鐵賴屎跪低都有份。咁最後送多個貼士俾大家：6000 CL30、3200 CL16，買條位置過關易穿衫，無論馬匹狀態定係賠率咧都相當唔錯嘅。咁你嘅馬匹狀態同埋賠率有冇買啱呢？留言話俾我知，睇下使唔使換電腦啦〜